位伫六甲区省道边仔的落羽松，是周边的牧场所种的。这几年因为一大片红色的落羽松被民众发现，成为拍卡的景点之一。现在伫六甲区公所的协调规划之下，增加了停车场甲流动便所等设施，互来观光的民众更加方便。日前因为寒流的关系，所以互落羽松拢开始变红。六甲区公所也特别规划了发现落羽松、六甲松鹤园的主题活动，互民众伫区公所种的花海甲装置艺术之间佚佗。开幕活动将伫30号登场，市长王伟特日前也特别前往现场视察，邀请市民朋友伫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来台南佚佗，体验一场健康小旅行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事实上，这个景点是无心插柳成荫，而且基本上我们感谢这个企业的一个支持哈，他们原先在栽种落羽松，在现在终于变成一个观光景点。那当然，市政府也感谢六甲公所的营造，把这个地方不管是停车哦，或是这个整个的秩序哈，都能够营造好，避免影响到省道的交通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其实在公司两倍，而且可以让这个地方将来变成一个新的亮点。那过年期间，大家避免这个大型群聚活动，但是在这种各自的散开的这种开矿空间，能够度过春节也是很好的。所以说台南市开辟的一些花海，还有这个落羽松，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营造一个台南市快快乐乐的健康的一个城市。今年配合防疫政策，民众也需要量体温、挂喙罨等防疫的措施。当时出身六甲的南六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也捐赠脚踏车予游客来使用。除了落羽松会使翕相拍卡以外，周边的六甲区、柳营区等区域也有规划各种丰富的活动。欢迎去落羽松佚佗的民众会使顺续来一逝社区小旅行，体验台南无同的风景。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。